你就对料理唔系我来做面，那你就变做是菜嘅菜厅，因为料理有河山，因为料理有河水。料理做得太你可以看下心情，太上场我轻声细语，轻轻踩做得前面东西大东西。你就对料理唔系我来做面，那你就变做是菜厅，因为料理有河山，因为料理有河水。料理做得太你可以看下心情，太上场我轻声细语，轻轻踩做得前面东西大东西。我操！我过来！别死了！我操！是。所以刚刚他们打电话给我说，叫我们去想办法处理掉那台车子。哎，邵总，高创伟传简讯过来，说他在山上受伤了。受伤？对，你有回拨吗？有啊，是没有讯号。小赵，对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林务局，跟他们说准备组织一个搜索队。哦，好，明天准备收山了。是。来打电话给分局，做报告。
放开，放开！妈，有拆台，有拆台。双手这下给我。不是，有，你是干嘛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啦？什么为什么啦？为什么刚才我会被带到山上？我怎么知道？喂，高站伟，描述一下你自己的位置，有什么地形物？我的位置不知道哎，都是树哎。废话，你在山上当然都是树啊。树上有编号啊，看清楚一点，是几号？看不太清楚哎。好像是16吧，16号啊。喂，喂。喂，是16号吗？知道。好，知道了，谢谢，谢谢。16号再往前开1公里多，可是到那边要徒步了。要徒步？对啊，那里车子上不去了。几天来？几天嘛？嘛该天来。你咩啊？人家休田啊？哦。用班哦。有，阿雄哥讲咩啊？唔是啦，新闻爱看的戏爱，唔是啦，唔是。人家唔是，拜托啊！你看啊，这乡城的个地皮，人家大白乡种的，全部按太球哦，所以人家休田清晰，人家这几天来卖唔会做了。是冇关系。你看啊，野条船叫啊，暗冲。我记得细细的时间啊，爸爸人爱讲，几条人老阿咪声音，老个后把水看到也偏来。也以前全部买风体，冇水用半钢天哦。香港是冇唔错，不过啊，你讲天然啊，依法讲啊，冇唔错。而呢唔钱啊，对生意冇做事，哎我，唔好攞呢。哎呦，拜托啊呐，人家啲天啊，哪能买睇？我哋行甲太啲，叫我做嘛计哦？唔系啊，咱讲因成爱，咱钢天因咱冇同嘛该输。你讲给嘛该买体的事情，我就唔知，跟用办处理呢。韩叔，那人讲啦，讲到特殊人啊，就亲来啊。人家我意思呢，3百多我烟是赚来啊。就会讲，但侬他冇天啊冇买睇咯，冇买睇咯。點嚟咧？人哋要輕鬆工作嘛，輕鬆工作。有啦。有咩100-200天做去無限人哋嘅事情了。我咪攞東西交本機，機要台北有圖書，機會處理啦。啊，那傾下。好啦。阿大屁股來到邊線。姐姐嘛，來，哎，阿叔有辦法啊，一支本，哎，同阿叔謝謝哈，來條，哎，來，哎，阿姨呢呀，來，讓阿本又出櫃啦，貼低咗來電路嚇，哎呦，客氣嘛嗰度，得班人阿叔班唱嘢，唔係照住去菜嚇，啥意思啊？我買嘅啦。總小姐，來阿叔班係冇？係啊。
什么意思啊？哦，主我上拜哈，哪份看的安呢？唔止唔看到样的哈。你喺讲度假村的事情。哎，错啊！将来哈，人家蝴蝶馆係買本嚟療效啊，對呀體磅嘅繁榮啊，真有幫助哦。再我講吼，也識條路嘅人，嘛會增加吼。唔知喎，呀度假村吼，留一蝴蝶館兩地體啊，係本起來強下開發嘅話，一天都係相當多人來啦，吼。嘅家私好參詳啊，嚇，吼。家私。哎。哪個家私啊？喲，這唔係鐵嘅家私啊！哦，錢源方面冇問題，唔准開嚇，哦。韓劇，你有錢啊？是啦，開白票30萬哎。哦，唔，挨搶嚇。唔是啦。哎。还在生气哦？你听阿英姐说哦，那个黑松怎么讲他都听不懂。蝴蝶馆不会卖，也不能卖。他一心想要买蝴蝶馆啊，所以听不懂讲话。不要生气了啦，喝水。今天天气很好哎。你等一下就要飞了吗？不想理他了，我走了。拜拜。拜。要咬冇？廿啲啦。攞啲嚟啊！咁樣嚟。来，1、2、3。
李正浩，刚上了人类。所以，新来宾哦，那新来的同事，要被处理，怎么样？吴影有看到？在对面，啊？你做功课啦。你谈前几位呢？那么是他爱的条件。给没求用咩？用了，冇事好做的啊。有啊。咁個時候基本啲手收晒，冇基本啲係連團。連團？敢做到正經嘅事情啊！你係咪係正經嘅事情啊？阿仙，收单。刚才讲哦，前面迄个片段啊吼，喊你来特别用五谷用生米做的，各营养嘛各健康，安尼是较生活是无？经典啊！哦，好，来试看啦哈。哟，看起来一好吃呢。哎，错个啦，抓一包的吼，青豆每天用来，哦，也去传糖啊，无是做着的大药，哦，无可以安安嘛。爱弟啦，多谢咱关心啦。啊，错啦，头当下日落来时候啊吼，想看到阿贤的伊家人呢，啊其他人起来呀，没有个台北警察来哈。哟，你有伫喏？哪能会唔伫啊？个汉服里发生的事情啊吼，每一天还没一方有变过做伫哦。有样啊，有样。啱冇個時候咧。有冇有聲咯？冇話係啱冇個時候咧。老总，港澳局打电话回所里，说他已经找到高善伟了。把手举起来，把猪放下。
自己人啊，高尚伟。其他人呢？都走了。关国恩，谢母快递。都走了。照找到这。来，我们照。我照。好。哦，谢谢。明明是76号，你怎么会说成16号？我这个角度看是16号。 76号跟16号差半个山头，我们找半天呢。哎，真的很像16号啊。你呀，为什么一个人上山？没有啊。我跟你说，我们这地方很小，我们只是个派出所，很多事情要跟分局报告。你这样好大喜功。 怎么很难跟上面交代？对，我是被绑上来的，我是上错车，然后总之啊，你没有在第一时间回报，请求支援，这是造成我们的困扰，好不好？啊！那么痛，轻一点，谢谢。忍耐一下嘛。我跟你讲，他这样讲是有原因的啊。 之前啊，有人上山来要抢资源，黑吃黑，结果被人家分尸了。骗人的吗？真的。不过不是我们辖区的，但是全台东都知道这批三老所很狠。他这样讲是担心你。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高照你处理一下，我去附近看看有什么痕迹哦。小心一点。 你住哪里来的？我不知道，你自己跑过来的。保育了你。你坐一下啊。我去拿东西。保育类，保育类。山上那个人还好吧？看透了。对啊。不好意思。对啊。扇子没带，很热。才刚从天上飞下来，你还会热？这太阳很大哎。你是仙女吗？仙女怎么会热？哎，伯恩，幾點問啊？哦，錢來啊！可以來廁所呀？有冇呢？產樓處啊。 看起來還好吧？还好。怎么会在这里啊？我剛從天上飛下來啊。他是誰啊？上次沒有看到他。他，我来这里的第一个朋友。希望你在這裡會認識很多新朋友。 谢谢。你好脏哦。啊？你很脏。雙手都愛，唔定愛定愛你。
一直哭。他肚子饿了，要吃东西了。是啊。哦，等一下买牛奶给你喝好不好？先去那边玩。哎，白照，你们这边有没有7-11啊？7-11，有啊，对面山头，山脚下有一家，40分钟车程。不是吧？40分钟哦。全家有没有？对不起，新福里没有全家。哎，你们这边到底有什么？干妈店，杂货店总有吧？有啦，干妈店当然有啊。当然有啊，出去右转就有一家里长我开的。够衰啦！哦，真正这个人哦，这有够可恶的。哎呦，安怎了？无啊，我跟你讲，迄下昼哦，有人来甲我推销迄牛筋菇，你知哦？啊，明明就够水水安尼哦，钱花了哦，看拢假的，你知哦？哎呦，安怎安尼？敢知影是啥物人来推销的啦？我就甲俊阳讲啊，迄小米无好货，就甲人讲袂听啊。啊，代志嘛呢，只讲互人啊啦，啊嘛是说啦，啊，就啉一寡酒吼，拢无问清楚安尼啦。真样诶，迄卖你诶人是有熟悉无啊？啊？拢毋捌看过的人啦，我甲你讲，啊明明就这边看是真诶，啊一回头都变假的。很简单啦，一听就知道是调包了嘛。这个目标会是啥物人安尼洋出声？先来啦，先来啦。我看起来敢若袂输足牛的安尼呢。叫阿伟啊啦。好啦，无代志啊，等下做一下记录啊，哦。来，慢点，滚影片。不是，李总吧？李长伯啊，对。当你是安怎啦？哦，未完啊！我甲你讲，有人摕迄假的牛筋菇来骗我啦。免，所长，免骂人咯。这人家按顺序去素菜，要我问诈骗的人落来啦。在我按的下去的吧，慢人干来到人家有啦，别人吃干净就皮草唔黑咯，你要就讲黑无？他是我们的义工，来，兄哥，而且连续3季。来，李队长，来，这。阿祥哥，铁凤松嘅反应吼，那就低啦，吼，一天啦，要加强注意嘅啦。哎呀，所长，我明年啊，我写1年嘞。迄个啊，也很不利，本人咩都按你弄搞搞的，俺用我还写得动。哎，阿祥哥放心啦，李宗伯嘅案例啊。哦，内了啊，要调较多人数啊，哦，查较严着诶。哎呀。哦，安尼呢？带李总吧去做下笔录。哦。做笔录。嘿呀，做事情做迄啊，较实的喂。唔要安尼吧？啊？那个东西唔要啊？我讲嘛，还是唔做唔对。唔系慢，哎，所长。几很慢啊，先来嘅啦，哎，叫做高忏悔啦。哦。唔做迄个行动的呀，我听人讲唔出爽的，呀，张雕我过来就出爽。那，请到好好照顾自家身体啦。莫讲啊，我就很不利。都会亏待。大姐啊，你应该比人较清楚的。要比请去派出所听听的，搭上警察，全去东无啊。请人去查较清楚。若要做爽，迄个这家无生意，老太家无上困。查较清楚啊！嘿，查较清楚啊！好啊，好，我查较清楚啊！你要我出手了？阿雄哥，就冇嘛该啦，就从本日波多家下就堵到山路处嘛，就打就出手呢。山路处诶？哎，你要我堵到山路处啊？
哦，阿昌哥，来啊！详细个市哦，会当了解较多条的哦，那就咱讲，咱报告好无？亚件事情当洋葱哦，唔系做个讲笑呢。你知道下一份笔用同来啦？好好好。一百个狗买个笔嘢啊！你听吼，难怪讲法很冲。哎，有某个事情讲埋发的，无咱我个意思啊。你亲好啊，点乜嘅都講埋嘅啦。好，阿昌哥，唔好看啦，哦，唔好看啦。好啦，慢行哈。高站位，定下呢度哈。是吧？走啊！哦。首总，第二件事情一排这啦。哦，冇相干啦，放落呢。下摆唔会再个安尼啊！老事情没得安尼，实在一排这。阿伟啊，唔知我用按好了咱的无？哈？了咱的啊，要抢人抢用咩？都唔得抢呢，抢人，抢多水，那个事情啊，都好就好的咩？有啦，眼色时间哦，有种个挑牙，但是抓毛的，敢有问题嘿？唔针对台北来，可能冇乜关啦。亚伟啊，迄工人放嘅地方啊，就像乱咱的抢用。哦。较仔细着的，较慢一些的，对无？按用啊，开出来嘅法啊，怎会讲呢？哦。呀，局长还好嘛？哦，喊做的啦。伊迄个路途好个。真的哦。虽然我俩位啊较细啦，不过太一家就充电落哦。我讲伊对人真好。有啦，我有听人讲过的。嗯。俩位啊，冇乜个事情啊，哦，就可能表现咯。反正啊，苏总，还有一件事情想要问你下的，那位敢有小三的？啊？小三？小三？小三？哦。家长，进来带高灿伟到后面小木屋看一看哈。你那边还有小木屋哦，安好。还做得啦。好呀，你困啊？哦，
来先啊。啊。但係星期六啥冇人過嘅，我邊嚟晒，好冇？係啊，係啊，我風係難做啊，好冇？拜託。可怜哦，才刚到这里就被所长训一顿。不过没关系啦，他那个人都是说说而已。好，没有，所长没有训我。没有。他就只跟我讲一些兰花的事情。哦，那是他的兴趣啊，他种的东西都在后院，不要乱动哦。哦。警察宿舍的小木屋，小木屋？哎呀，那个所长叫你带我去小木屋。哦，对啊，后面是有一间小木屋可以住啊。真的假的啊？台东警察这么有钱哦，难怪可以推广观光警察，连住都住小木屋。对啊，等到你看到那间屋子，你就会爱上它。对不起，高尚伟，高尚伟，你的行李到了，在车站。好，我现在去拿着。不用了，我帮你拿就好。谢谢。他人很好。对啊，以后你就会发现他人真的很好。可造，是不是套房啊？不是，是一房一厅一卫，这么大。家郎，家郎，原住民话。不是，小木道。进来啊！哎，可造。这根本不是小木屋啊！这里是小木屋，只不过后来发生了一些状况，我们把它改建成用水泥的。不过我们还是叫它小木屋啊。发生过什么事啊？之后再跟你讲。我知道，这里根本不能住人吧？你看那个天花板都已经漏水了，外面草丛又那么多，晚上会不会有老鼠还是蛇？没有那了。那没有蛇啦。哦。可是晚上会有人敲门，你千万不要打开，因为会有熊。真的假的？熊还会敲门吗？你很冷嘞。好了，你先把东西放那边，然后我待会带你四处了解一下状况。好。辛苦了，我请你去喝 Starbucks。走。好啊，你换一下衣服，我们赶火车。干嘛要赶火车啊？最近的在花莲啊。哎，高照，那个高尚伟的房间在哪？对面那间。带我过去。哎，高尚伟，哎，你的行李。哎，高尚伟，你的行李，谢谢。不用。对吧？明天我已经可以上班了，而且我一直在想那个三老鼠的事情。我在想那个里长被骗哦，可能跟这件事有关。不是吧？我们这样上山一闹，他们应该离开啦。我觉得他们还在那里。
而且我们可以回到村子里面找一些他们交易的线索。觉得怎么样，科长？我觉得你应该休息一下。高站委，我知道你这一次被三长署这样一搞，心里一定很不高兴，然后呢也很想血耻。可是呢，先别急嘛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想说我们昨天跟他们这是一个小地方，有我们的步调，你可能要花一点时间适应一下。还有啊，在救你的途中呢，救我。对，在救你的途中，我们发现三老鼠的公寮，他们连刚采下来的牛樟菇头都还没有带走，所以呢，我研判他们可能还会再找机会回去。那更好啊，我们先向分局回报吧，然后跟他们请求支援。我已经回报过了，他们要忙也不要急。不要急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叫你跟我去喝咖啡啊。对啊，你就先把伤养好嘛。否则呢，还没有立大功，就替我们找麻烦。朱培，人家用干啥？讲聪明啊！娘妹，这个你都讲唔错。这嘛是魔术师的，哎，用我钱咯，今天当然蛮做啦。啊，从今唔要讲好诶，无嘛事情的嘛，免都弄好诶，哪有按用诶？唉，我说，今天用的咯，要按老开咯。上呢头阿长讲遐，无爱老主头头啲定啦。好啊，好啊。我等下下打拜托你啊，前面来讲遐。好。无爱嘛唔俾我用乜嘢。哦，等下下打电话人主头嘛是好。好。做乜事都唔会做。穷慢，慢白嘛，很远唔是看过人来做的，唔是台湾人来讲。你会问一下吗？我都唔是看过佢問嘛，問嘛。喺那主頭你看你的小頭。啊，他哋等啊，我沒幹嘛？你講我做嘛？在哪搶你啊？我印度神情況有數位差啲嘛。我等咗幾多點？我到時我有啊，啊唔會有，我信你啲信。掛就掛啊！你来呢？那你亲爱偏于功法啦。还有呢？根本你们系要让你讲嘞，小伦手受伤，根本你冇办法连团。有请养处吗？啊？你的神经惯性机，和日常爱钓有急救，冇办法连团。你讲啊？你下你先就会安排好啊，搞是做得搞啦，该数嘛会脱啊，对吗？你的人生安排当好吗？那我想你爱用心，那总爱其他重要的事情。那做事上好嘞。你讲嘛该你啊？
冇啦嘛，我哋黨會一唔睇喎，雞蛋卷呢？沒問題啊！哇，当初是被山老鼠的那个陷阱给夹到的，真的假？啪一下，整个血就喷出来。